讲到这较偏向罗西亚的海客呢，是搁再来攻击台湾啊！即个是针对着咱的公家机关、政府单位、桃园捷运，也有企业。那讲到这民间企业，军工电子是表示对公司是无重大影响。那财政部和法务部也讲有随甲这攻击挡落来。那司法部是表示讲，第一时间有掌握到证据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无系统互破坏，伫第一时间内就会当恢复。今年才拄开始，台湾各一摆互深度的海客攻击，点开军工的官网，中时完全无法度显示网页，其他亲像细心和大众电脑，嘛是海客攻击的目标。军工初日对外发动信表示讲，官网系统是受到DDoS的攻击。目前评估对公司的营运并无重大影响。政府相关单位包括法务部、执行署和多级公司拢互攻击。阻挡它 IP 连线之后，我们也持续的在观测、监测当中。阻挡之后呢，整个这网站之后都正常的运作了。桃捷公司官网已有相关的防御措施，接获情资后立即加强监看，官网未受到影响，持续提供民众服务。传出深度的海客是对初日下晡开始攻击台湾，第一波锁定的对象包括桃捷、财政部税务入口网、证交所和军工；第二波是包括法务部执行署和大众电脑；第三波是台塑化和细心。细心伫下晡发公告指出讲，受到网络攻击的时阵是需启动相关防御机制，网站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作。大众电脑表示讲，对公司的营运并无重大影响。财政部回应讲，初日下晡系统有连线加班的现象，因就需采取防御措施来阻断恶意的连线。处理时间是5分钟。司法部回应讲，针对国际海客各一摆侵扰，是算阻断巨大的服务。第一时间已经掌握证据，发布资源警讯，协同相关单位来通报。到目前为止，也未有系统破坏，拢会当伫第一时间来恢复。经验多之后的预防上面就会比较好，各个公司部门可以重新去检视，你在针对像 DDoS 这样的攻击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有足够预防的能力在？专家讲，面对这种海客攻击，建议不管是公司部门，都要较紧来导入强化数位韧性，设定信任架构，伫内外邦拢做好防御的机制，才当避免海客攻击造成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